高雄的凯旋夜市因为经营权纠纷，目前先暂停营业。不过民众发现讲，这夜市外口有挂一个布条啊，伫咧敲说夜市已经倒塌了。原来是业者的行销手法，未来才会改名，打造一个有特色的夜市啊。骑车经过暂时无营业的凯旋夜市，即马4块位啊用铁绑围起来，外口挂一条黄色的布条，写一寡笑话字，互人掠做夜市啊已经倒塌，引起讨论。有民众搁专工来现场看卖。伫网络看到的啊，然后感觉足趣味的，所以想要来看是毋是真正有安尼特色的夜市啊？嘿，这样子离阮到足近的，我就可以定定来。你的规划若无好，本来就做袂开，然后主人就做会起来啊，所以。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啊！外界真好奇，夜市敢真正贵要收起来？业者讲，布条是今日啊才大，这是行销手法。凯旋夜市是今年7月发生经营纠纷，业者表示纠纷已经处理好势，甲地主签约到2026年，摊商会当安心的做生意。未来新的夜市袂阁用凯旋的旧名，经法局会要求业者爱顾到摊商权益，未来继续辅导。近发生的代志已经到一个段落啊，阮遮有请新的公安公司来做一个新的规划，安尼为未来会保留一寡特色的夜市，并结合一些咖喱的主题市集、居酒屋，搁恁那省的体育园区安尼。跳蚤市场仍持续营业，夜市部分业者正在重新规划。经发局已要求自治会必须顾及摊商权益。目前现场干那查仔市搁咧营业，夜市啊当咧规划，业者已经引进新的团队，预望以后伫些夜市搁结合市集、餐厅等等，会当吸引人潮。记者张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